好，来继续来看婚林斗六的圆环是当地地标，也毋过已经故障14年遮尔久了。斗六市公所甲县政府共同合作，将要投入到3800万的经费，重新来整修。期待新的圆环的水母完成了后，会当带来更较侪观光的人潮。斗六市圆环水母因为较歹维修，已经故障14年啊。为了好斗六市圆环会使风华再现。 婚林县政府甲地方有经过几啊摆讨论，最后是拍算要开将近3800万的经费重新打造。那大家呢都对我们满满的期待，希望我们斗六圆环能够风华再现。这摆整修将结合5G 时代来临，将配合云端的科技，加入光雕、水幕、音乐等等丰富的元素。 来我们这边的住客，他其实蛮重视我们这边的一些看出去的窗景跟街景。对，那当然，如果说圆环它有做一些适当的更新，或者是有举办一些活动的话，其实对我们来讲，就是当然会提升我们住客的就是住房需求率这样。 新的圆环设施将于明年1月24日完工，结合目前5G 科技的运用，嘛将会使为水母加入更侪丰富的元素。时到不管是平时、假日、过年过节，拢会使看到精彩的水母表演。